牛市啦，嗱牛市個部署啦，同埋今日係焦點嚟㗎嚇。咁啊牛市咧，其實咧就有幾個條件發生嘅，經濟、政治同埋股票本身嚇個供應、流通量呢三個因素。嗱，首先講股票嘅供應、流通或者一啲散戶嘅睇法，分析師俾好多正面嘅評級，而家未見到係慢慢可能修正上調嘅，當個市升嘅時候咯。升嘅時候佢就開始轉風噶啦，啲分析師特別華爾街，佢哋要揾食噶。我提示大家下，佢哋要揾食噶。你要知道佢哋嘅遊戲，佢哋嘅 game 點玩嘅，唔係你成為咗佢哋大戶嘅一個點心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嗱，咁另外同埋啲 IPO 嗰啲開始好冚冚聲咁樣升咧，你就知個市應該係上緊噶啦。OK， 嗱，經濟層面上面，公司盈利開始增加，市場利率下降。通脹 CPI 開始回落，新興市場都開始蓬勃，成個經濟翻嚟啦 ，feel 到就牛市啦。但係佢 before 之前，佢會慢慢咁樣升嘅，係啦。咁另外咧就政府一啲新嘅政策，優惠嘅政策出，而家內地已經係推緊噶啦，好多消費利好嘅政策，新能源汽車補貼嘅政策出晒台，繼續係谷消費。而家仲諗緊咩咧？諗緊好似香港派消費券，派埋消費券去推動個經濟，即係內需消費嘅增長。嗱，有咩特徵？啱啱呢個講咗啦，失業率下跌啊，經濟向上啊，公司盈利提升啊，投資者自信係增加。呢 summarize 呢幾樣嘢嘅啫。嗱，另外咧就你睇翻過往牛市，嗱，美股過往最長嘅牛市係勁嘅11年嘅牛市。係啦，咁就升咗好多下，咁啊由2007年嘅叫做咧次按危機嚇，即係爆破之後，慢慢咁樣升啦。嗱，港股咧發生最長嘅牛市咧係1987年去到94年呢幾年裏邊，係升咗超過6倍嘅嚇，升咗超過6倍嘅。咁你升咗超過6倍咧，個原因係咩咧？就係因為佢受惠喺中國嘅資金可以咧落嚟香港買貨。嗱，呢度咧就喺牛市裏邊，我哋點去部署嘅策略係持續咁樣買入並持有呢隻股份。嗱，喺個時間比較長啲嘅牛市裏邊咧，只要間公司個基本面係向好嘅 P 唔係好高嘅時候咧，個股價係會基本上面係會跟隨個牛市升嘅。所以點解我成日同大家講，只投優質股會致富咧？你就特